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上帝。我们也为所有的礼拜的程序，还有为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器械来献上祷告，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同声来为我们的教会今天早上的崇拜，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所传颂的、所宣讲的、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心灵的敬拜，都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有的器械设备，愿蒙主你悦纳，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安排、所有的规划，无论硬体或软体，都能够为主所使用。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弟兄姐妹齐聚一堂，一同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见主你的声音，让我们跟随你的踪迹，让我们行出你喜悦的样子。求主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将今日的主日崇拜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为你摆上的同工，保守每一位与你同在的弟兄姐妹，并且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歌敬拜，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羊诗选》第63首《赞美全能神》。赞美归于我主全能者，万有的君王。我齐心赞美主，因主我赐给我安康。并肩的人到深渊亲近真神，与我同来敬拜颂扬。赞美归于我主，治理着奇妙的掌管，张开温柔光明，主的我扶持又陪伴，离弃不见，心中的祈求夙愿，都在他旨意中成全。赞美归于我主，护卫者使我免灾害。他的儿子慈爱随着我，永远不离开。情在死了，有他做良朋友，依靠他，我不再担忧。凡在我里面的，都要向主赞美敬拜。凡有生命气息，都要献上尊崇哀悼。神的百姓欢喜地赞美真神，在同心同声说阿门。我们依然站立，我们同诵我们的信仰宣言《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
众请坐。现在我们翻开诗篇第119篇1至8节，请印。由我起，会众来印。大家可以看到，白色章节跟橘色章节。诗篇第119篇1至8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一起来，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接下来公道，我们一起为社会、国家祷告。我们为华人地区澳门祷告，求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总会祷告，黄宽裕会督为总会各项资源充足，各委员会事工安排顺利，总会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级人员祷告，愿主赐给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接下来我们请周伯宏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本周的经课第一处记载于旧约圣经《申命记》第30章15到20节。《申命记》30章第15到20节。第15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
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第二处经文记载于哥林多前书第3章1到9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1到9节。第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接下来由我攻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5章21到37节。马太福音第5章21到37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1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
不是就说不是，若再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的献诗是所有美善力量，我们请诗班。
谢谢诗班的诗歌，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成为这土地最美善的一面，也成为每一位朋友、家人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本堂的蔡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说话要算话”。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做礼拜。今天这一首诗歌非常美。他说，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每一天经历到早上清晨的时候，到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一首诗歌是一个德国牧师叫潘霍华写的诗歌，但是不是他写的，其实是他的遗言。他要被上断头台的时候，他被上那个吊台的时候，他说了这些的话。然后后人帮他谱成曲，让这个歌可以传唱。各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有所谓的斜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人他可能不是只有这个职业，当然牧师应该是全职，可是各位知道潘霍华他其实有很多斜杠。这个潘霍华牧师他本身是一个神学家，他在神学院教书，他又是一个牧师。但是各位，另外第三个身份恐怕大家会觉得很惊讶，牧师居然是这个身份，他是一个杀手。我说杀手是真的，因为他在暗杀谁？他在暗杀2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希特勒，各位知道吗？当潘霍华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十诫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对不对？你自己又是教圣经的人，你怎么又要当一个杀手？但是这个潘霍华他讲一件事情，他说：当我要阻止一个凶手继续的杀人的时候，那么我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去做这样的事情，去拦阻这个罪恶的发生。所以我不得已，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看到罪恶发生的时候，当你看到有一些事情是不公义、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去拦阻？能不能够去愿意去付出？能不能够愿意去改变它，让它可以转变成回到那个好的状态里？上帝创造的每一样都是好的，上帝不希望所有的事情是失控的，所以看到上帝的创造都是有秩序跟美好的。但是恶发生的时候，上帝也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你看到不公义、不对的事情，当你看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批判说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好，这个不应该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去做的？当然，牧师不是说你要去做那个超级的事情啊，所以去做一些超过你能力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让我们所在的环境、家庭、
教会、社区，我们所在的地方可以更好。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潘霍华他写的这个诗歌，虽然他用的方式比较激进，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去学或是做他所做的事情，但是要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在嘴巴里面说我们爱上帝，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说他爱上帝，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所碰到的就是所有的人说我们爱上帝，但是我们要对这些犹太人要逼迫，因为这个所有的教会也支持国家的政策，我们要对这个犹太人要杀尽，因为他们这个杀了耶稣。当然很多人去传说他们为什么会逼迫这个犹太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但是这个潘霍华他选择一个事情，是他要为正义的事情去发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学一个功课，就是当你碰到不公义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有坐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可以起身来做一些的事情，靠着上帝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来 do something， 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改变那个地方，让那个地方可以更好。愿上帝帮助我们。好，那我不晓得各位在最近我好，先讲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哈。各位知道，其实话语的力量是很大的，言语的力量是可以震撼人心的，那甚至可以因为这样会得到一些的好处。那我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吃那个南洋菜哈，特别有一个那个马来西亚人，他们很喜欢吃那个叫海南鸡饭，知道吗？那个饭上面，然后用鸡汤煮的，然后上面放一块小小的那个鸡肉，好好吃，对不对？好，各位讲到好话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会不一样。有一个年轻人，他去到这个鸡饭店里面去跟这个老板娘说：“哎，美女，我要一份这个鸡饭。”各位知道后来他得到的便当是什么东西？知道吗？本来是一片小小的鸡肉，结果变成一大只的鸡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啊！所以讲好话有时候就可以让你会获得更大的好处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当然不是说叫你要去这样做了哈，但是说一些好的话语，祝福别人是好的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才2天前而已。2天前，我跟师母讲说，我们那个我因为很久没有吃到油饭，我去市场里面去那个有一个卖油饭的摊，然后去买油饭的时候，各位知道现在物价涨了你知道一个油饭其实也不便宜了。然后我去问了价格的时候，一盒油饭居然要100块，实在是心里面很想屌出来说怎么这么贵啊！但是呢，我把它按耐下来，然后我就跟这个店家跟老板说老板，谢谢你有卖这个油饭，因为我很久没有吃到油饭了谢谢你有这个油饭可以让我来买。其实我本来想说买一个就好，结果他后来跟我讲说，年轻人，2个算你150，那少一点应该也很好反正我们家2个人吃饭嘛，2个人让一个人一个便当。后来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这一盒再送你，所以我等于用150块买了3个便当，一个这个 B 哥50块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好听的话对你是有帮助的上帝帮助我们，可能搞不好后面的祝福就临到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好的话语来看待每一件事情，来宣告每一件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是中文老师，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学中文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个字或者是说，至少我们应该读过，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字，知道吗？信，对不对？这个我们在楷书上面，各位的右手边，最右边的地方，这个字就是这个楷书的信。可是各位知道有另外2种写法，这个是经文跟小篆所谓经文是什么？经文就是刻在那个金属器皿上的。各位看过以前那种很大的鼎有没有？鼎里面会有写一些字，刻一些字，那个叫经文，就是刻在金属上的。还有小篆里面的这个字各位知道其实华人的字是象形的，跟
这个会意的字多，所以你看到那个字，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说人言为信，人讲出来的话要有信用，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经文跟小篆的地方，你会更加的惊讶。我有看过一份资料哈，包括像经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人旁边有一个口，好，那个口当然不晓得是谁的口，但是告诉这个人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好，中间那个小篆其实更明显了。各位知道以前所谓的天哈，或是上面的意思，就是那个有一个画一个像二，有没有？最顶上的地方，小篆的那个最上面那个有一个二的地方，那个就是上。下面那个好像是有一个人举起双手的，有没有？好，然后下面有一个口。好，各位知道，我看过一份资料是，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天上有一个最有权威的人，他所讲的话，对这个人所讲的话是有信用的，是好的，是对的事情，所以那个叫做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对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信实的。我们说那个叫做信，我们对人所讲的话也应该是信实的，这个叫做信。所以我们说信是什么意思？信就是真实的意思。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说的事情，我们所指示的一些的行为行动，也都是应当是有信用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信仰有关，但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只有把信仰放在头里面，但是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从头到心里面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各位，其实我们很多人只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知识进到我们的脑子里，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化成可以行动的方案或方法。好，所以今天耶稣在挑战我们几个事情，这些都记载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里面。千万不要觉得登山宝训只有8幅而已，除了8幅以外，还有很多耶稣在山上教导的内容。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耶稣在山上教导的内容。这里面第一个部分，他提到一个事情，叫做不可杀人。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语，它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请大家来看出埃及记20章1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不可杀人。好，各位知道这一句话从哪里出来知道吗？10诫，对不对？10诫说不可杀人啊。好。然后民数记35章的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哈，一起念来：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好，各位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社会发生一些事件，其实也不是故意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为了防卫，他可能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或者说他要保护自己，所以他可能不小心去伤害或打死了人。那么这个也要经过审判，为什么？因为要判断是不是出于正当的，或是出于不正当的一个方式。所以古代人对于律法里面的规定是相当清楚的。如果按照旧约圣经的规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恐怕杀人的人每个人都要判死刑了。但是有一些是特例的，所以必须要经过审判，不是我们个人自己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或是我们觉得应该要怎么判，所以需要经过公会的审判。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在看到耶稣的所讲的提醒，他会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杀人不是只有用刀，或是用一些器具，或者是打死人，其实有另外一种杀人是无形的。各位知道是什么东西，知道吗？话语。好，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2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经文22节，一起念来。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这里有2个词很难去解释它，但是各位一听应该就会懂的。各位有看到有哪2个词知道吗？有一个叫做拉加，对不对？有一个叫做魔力。好，各位，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去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小心就会做这个事情。各位知道拉加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拉加在希腊文里面，它的原本来的字根或是意思的原意是什么？它指的就是一个被盗者，或者是骂人家是一个
叫做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这个坏人或是说一个叫做品性各方面是不符合道德的人，这个叫做拉加。好，那魔力呢？魔力是什么？魔力是亚兰语里面的一个词，那个叫什么？在上个礼拜各位还记得牧师讲过一个东西叫做失了味的盐，有没有？盐若失了味，意思是一样的。魔力的意思是什么？魔力的意思是其实是骂人家没有用、笨蛋，你这个白痴。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因为我们经文里面没有显出来，所以请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请大家翻圣经？因为这个会让你很刺激的好，请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的第5章。所以圣经里面的小字不要忽略它虽然这里面没有小字。马太福音的第5章22节，马太福音5章22节，应该各位圣经里面应该都有这个小字我们来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他说有古卷，凡自下添什么无缘无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缘无故的去骂人家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白痴，你这个没有用的人，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难免受审判。然后骂弟兄是魔力的，你这个魔罗应该当这个就是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的原意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出口的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了。彼得前书里面提到，彼得讲过一个话，他说什么？人若得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但是牧师要先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有某一个宗教团体，他们也常常讲，叫做要说好话、行好事要那个就是什么都是要三好类似像这样。但是不是因为你要守这些来讨上帝的喜欢，而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应该要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像一般人一样，像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还是骂人家说你这个戆人，你这个笨蛋白痴，你这个没有用的人。我们会不会还是常常无缘无故的这样去骂别人？你说牧师，我没有办法，出口就是这样。所以记得刚刚讲了，有个东西叫什么？无缘无故，对不对？你不是那个叫做随便去出口成章去骂别人的。所以这些东西会让你什么？要受到公会的审判，还有地狱的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出的话都要非常谨慎小心的。所以肯定的言语能够将最好的价值放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当你要去祝福人的时候，让我们多讲赞美肯定的言语。各位知道华人很喜欢看负面的东西，明明这个人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讲说你还需要进步，你还需要成长，你还要更好还要更好。各位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好，我曾经讲过一个案例，就是曾经有过一个爸爸，他来跟我们的一个会友求助。那时候我还在嘉东的时候，在东港的时候，我们那个姐妹就来告诉我，她说牧师，那个父亲他有一些状况，他们家的女儿好像中邪了，因为在家里面走路都是好像游魂一样，然后嘴边喃喃自语。然后后来我去看这个弟兄的时候，跟他交谈之后发现确实有问题。但是很多人以为说牧师是不是应该要去赶鬼要去驱魔啦结果后来并不是这样。我就跟这个父亲讲说，这个爸爸，你接下来你要做一件事情，每一次你只要碰到你的女儿，看到你的女儿的时候，你要跟她说一件事。他说什么事情？我跟他说，当你碰到你的女儿的时候，你要记得跟她说，不管你表现的好不好，爸爸都是爱你的。不管你表现的好不好，爸爸都是爱你的。这个女孩子她其实大学毕业，她也有工作，但是她工作不顺利，回到家里的时候，她的父亲责备她，然后说她是 Q 角无路用的人。你知道这个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伤害。她每一天都宣告自己就是一个负面的人，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我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她的父亲改变了她的言语的时候，告诉她的女儿说，不管你表现的好不好，爸爸都是爱你的。过了1个礼拜之后，终于这个女孩子可以最少自己可以整理自己、打理自己，可以吃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言语的力量何其大！肯定的言语会把尊荣的价值放在对方的身上。好，所以圣经里面早就已经设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都有个别的关系，但是这个个别的关系都在显明我们是什么？都在显明我们其实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好，所以这个何顿这个牧师他说，圣经里面预设每一个人都已经跟上帝有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要受公正的审判，我们都是有罪的被告。我们也许在言语上面或是行为上面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更要谨慎跟小心。所以雅各书里面说，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是完全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言语上多一些祝福、赞美、肯定，少一些批评、论断跟斥责。因为有很多事情跟我们想的也许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用负面的言语去判断，但是也许不是真实的情况，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所以提姆凯勒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宗教认为说我遵守教条是我要被上帝接纳，所以我做这个事情。刚提到了，有很多人想说，以为做好事、做功德、做这些的好的行为，为的是要得到上帝的悦纳跟喜欢。但是事实上，基督教信仰告诉你说，我们已经被悦纳了，我们已经被接纳了，上帝已经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这样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讲好话、做好事、行功德，这些不是因为你要去得救，你要靠这个去得救，而是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应当活出那样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怎么样让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仰是相称的。好，第二个很刺激的部分就是什么？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刺激，是什么？以前有一些人，古代有一些人，包括现在有一些人，这个写离婚证书是很正常的。好，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说，摩西说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原版的话在哪个地方。申命记的24章的第1节，申命记24章第1节。好，如果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起来念，一起念来。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对当时的一个女性来说，似乎这是一个很贬低的，因为先生可以写休书就可以离婚了，就可以把这个人离掉。但是各位，其实这个机制本来不是一个负面的或是打压的机制，它其实是要提出一个证明。各位知道，过去古代的人也是一样，婚姻上面是很混乱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无缘无故的你去离了婚的话，你的离了婚的太太恐怕以后就没有人敢再娶她，她恐怕要再结婚就困难了。所以，为什么要给她写休书，证明说她的这个她的她的道德上或是她的生活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除非他是犯了奸淫，所以才可以去写，或是离这个休书，因为证明说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无缘无故的去写这个休书，比如说他做的菜太难吃，他长得不好看，我不太喜欢他，然后就给他丢休书出去，那么他就有机会可以到下一个婚姻里面去，可以再结婚的。所以它其实本身是一个证明，要来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女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她可以再进入下一个婚姻。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好像写一封休书就可以去休掉一个女孩子。所以古代里面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拿来问耶稣，甚至是挑战耶稣说，是不是你的观点也是这样？好，请我们来看一下31节，耶稣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31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31节。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经文。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说，很多时候在婚姻里面，不是因为你每一天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是因为你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里面。不是因为对方有多好，一直维持多好，而是我愿意委身在这一个状态的里面。所以不是因为条件的问题，而是我愿意去做这个选择。所以32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在有关于离婚的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32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32节，一起念来。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离婚的条件是什么？只有这个人他在道德上，在这个品格上是不符合的，是不可以的，所以才能够提这个休书。如果你没有无缘无故的提这个休书的时候，你将会造成一个家庭的分裂，甚至是让这个女孩子她受了不白之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跟谨慎，不是因为我随便去在结婚典礼的时候随便答应了一句说我愿意 ，OK， 婚姻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来做这个婚姻当中的事情，然后不喜欢感觉不对了就可以离婚了，并不是这样。婚姻不是每一天都是幸福快乐的，婚姻不是每一天都能够按照你的预期跟期待的。男生没有办法每一天都维持着强壮的 muscle， 女生也没有办法维持每一天都是漂亮的脸蛋。但是即使这些条件都失去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好，所以约翰派伯这样说：婚姻不单是为了浪漫，婚姻是将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份守约的爱体现出来。所以真正在婚姻里面要守的是那个婚姻的约，那个是一个盟约，而不是一个叫做随便就可以解约的事情，并不是这个。婚姻当中不是只为了浪漫，每一天我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婚姻当中是每一天的尾声。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各位知道有很多人，包括现在基督徒，也有很多人常常嘴巴里面动不动就是要离婚，我过不下去，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很多时候要很小心跟谨慎。当你回答在婚姻当中，当你结婚典礼的那一天回答我愿意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知道你要怎么样尽力的去维系住那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第三个部分也是跟言语有关的，很多人认为说这三个好像不太通，就是彼此之间是独立，看起来是独立，但是其实又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在讲言语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33节，我们来念一下33节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启示的一个内容，我们应不应该去发誓？33节一起念来。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好，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要向这个上帝发誓的时候，表示这个让人家可以信任。各位有看过，不管是民间信仰的人，包括基督徒，有时候也常常会这样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或者是我就抓，我如果怎么样的话就对公怕喜然后那个什么出去车祸类似像这个，很多人都会讲这些东西。但是各位知道，其实基督徒不应该是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后面的时候就会知道了。我们看民数记30章的第2节，这个是原版的地方为什么要谨守那个誓言？我们看一下民数记30章的第2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节，一起念来。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好，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在上帝面前的发誓跟起誓都要照着去做，不可以食言的，因为表示那是一个很慎重的、很真诚的话语。所以民数记32章提到说，跟上帝起誓所立的事都要这样去行，不可以去违背那个约定，因为是向上帝起誓的。好，有一个字跟大家先就是字义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这个字，但是很多人不晓得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祷告完之后都会回答阿们，对不对？阿们是什么？阿们原来的意思就是坚定的、稳固的、是的。所以包括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说阿们，意思就是什么我认同，我认定这个是对的，是真实的，是对的事情才能够阿们。所以阿们的意思，你会发现，如果在原文圣经里面，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个实实在在就是阿们。所以不是那个外面那个人家念佛的那个，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很多人说你们这个是信阿们的，没有，我们是信耶稣的。阿们是指我们所说的话，或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真实跟信实的。所以阿们是坚定的、稳固的，是真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说任何的话、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个阿们的意思就是我应当就是要按照这样所说的去做。好，所以37节为什么不可以发誓？耶稣
期待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言语、行为，我们应当都是事实，而不是只是为了要让人家求证，或是为了要证明，所以我们要去发那个誓。3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7节，一起念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所以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是为了要弥平或是摆平一些的争议争端，然后随便糊弄去说的，那么这个不是出于上帝的。他说是出于那恶者。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所以我说小字哈，刚刚牧师提到小字，其实要很小心跟谨慎去看它的。好，请大家看一下，这里又有一个小字哈，请大家看一下圣经里面5章37节，这里出一个小字。好，37节的后半段的地方，好，我们来念一下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个小字说什么？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不管是出于恶者，或是出于恶意，那个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或是行为。所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基督徒在言语上应当要成为一个标准跟模范的。我们所说的话，不要去随便的去出口，去承诺些什么，但是所出的口都必须是很真实的跟确实的，这样才符合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素质跟一个标准。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出口教训的话要谨慎，不随便。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教导别人或是出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语助词啊，或者是帮助我们可以好像把那个话可以讲得更顺出来。各位知道那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讲脏话，知道吗？讲脏话可以让你讲的话更顺。讲脏话可以让你很顺的可以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很多人会讲脏话，对不对？好，但是要出口教训人的话，要很小心跟谨慎。你的脏话、你的负面的言语，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提到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所以，其实我们在教训别人的时候，要很小心谨慎，我们所出口的话是不是对的？包括像刚刚提到了。骂人家是笨蛋，骂人家是白痴，骂人家你这个没有菠萝赢的人，像这个都是要很小心谨慎的。所以受伤的人会伤人，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受伤的人，你会很容易去出口去伤人的。但是如果你是得过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医治的人，那么你的出口应当也是可以医治人、释放人，使人能够得医治、得帮助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医治人的。出口可以医治人，而不是去伤害人的。所以刚刚提到了，有很多人以为伤害人、杀人是用外在的这个行动或是行为去伤害人家的身体，其实很多的伤害是心里面的，把人的心给杀了。所以受伤的人会伤人，得医治的人才会医治人。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医治的人，能够医治人。有一个牧师叫宋尚杰，各位不晓得认不认识这个人？他称为在中国近代的传道人当中的3个伟大的传道人之一。好，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给人医病之先，先要为病人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因为有许多人只求主医治其病，而不是求主赦免他的罪。他的病根不除的时候，医治是暂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求医治、求赦免，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为他的罪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在为别人赦罪祷告，我们自己也要认罪祷告。当这个罪的根没有除的时候，病根是很难除的。各位知道，有很多人的病确实是不是说每一个病都是跟罪有关系，但是有很多人的病是跟罪有关系的。如果没有除去那个病根的时候，没有除去那个罪的根的时候，很难去医治。比如说，如果他种在里面的想法我每天都要去飙车我每天都要去做危险的活动，然后当你这样去受伤的时候、受害的时候，那么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不能为他祷告，而是我们要祷告说，让他改变每一件事情，要慢慢的、柔和的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也要为别人的赦罪跟认罪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医治人的人，
不但医治人的身体，也医治人的心理。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各位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天做礼拜，而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才是最大的重点。所以真正的战场不是只有在礼拜堂，真正的战场是在外面，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好，第二个，婚姻当中的誓约要谨慎，不随便。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对婚姻是一个现在对婚姻的看重程度已经是不高了。我昨天看了一个 YouTube， 心里面很难过。一个21岁的年轻小姐，她说她已经离婚了。她说她在大学的时候跟她的先生结婚，然后8个月就离婚了。说哇，这么快就可以解决她的婚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跟谨慎。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在回答我愿意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小心跟谨慎的。婚姻当中的誓约要谨慎，不随便的。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其实就进入那个约的里面，盟约的里面，就应当要去执行跟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好，所以婚姻的生活是建立在彼此的承诺跟委身，而不是在感觉上。有一天感觉会失去，有一天感觉会不见了，但是你仍然要在那个委身跟承诺的上面。我常常跟师母讲说，我已经50岁了已经没有再像过去一样那个有 muscle 有肌肉有好的身材。我大概从35岁以后就开始变形了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维持我的每一天，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彼此之间的承诺是在我们的委身上面。我愿意为你，你也愿意为我。所以不是因为感觉，有一天感觉会失去的，但是真实的是我们要委身在这个约的里面。好，所以婚姻的重点不在于维持浪漫，是在维持守住盟约记得盟约盟约，所以这才是重点。盟约跟一般的约不一样，是盟约是即使对方做不到，我仍然要这样去遵守跟谨守这个约。好，所以那个才叫盟约。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回答我愿意的时候，要很小心跟谨慎的。好，第三个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要小心跟谨慎，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随便的在我们的言语上、行为上去做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立约是要谨慎跟不随便的。当我们在宣告是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应该要跟所蒙的恩要相称的，我们所行的跟我们所得着的这个呼召应该是相称的。好，所以大卫包森这样说：基督徒不必发誓，因为什么？说话算话，应该是我们的名声。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说的出口的话语，应该就是我们的真实的生命。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必要靠发誓来取信于人，而是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说话行事。好，所以一个正直的诚实的人，不是因为人家有看到才去做的，而是即使没有看到，你仍然要这样去做。所以常常跟弟兄姐妹挑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晚上骑车出去，当你在小巷子里面红绿灯停等的地方，如果两边没有车的时候，你会不会冲过去？那个其实就是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你是否仍然遵守跟遵行你该要遵守的规定？一个正直跟诚实的人，不是要让人看见，而是他心里面知道上帝已经看见，而且他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既然蒙召，我们就要跟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蒙恩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我们都能够按照上帝的话去行，谨慎的说话，包括我们在说任何的教导的言语，包括在婚姻上，包括在取信于人的事上，我们都能够说话算话。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认识你的话语。主，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也使我们按照你的话，照着你的话来行。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都成为正直诚实的人，使人能够看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回应诗歌，我们来唱《信言杨诗选》第129首，请会众起立。
下，偿还罪债，报归荣耀逍遥，奇妙的故事，深心中要测试人，敬拜荣耀的羔羊，十架上代表明的语，全是全然败退，世上无人能了解，为何基督成为祭物，宝贵荣耀羔羊，奇妙的故事，深心中要拯救世人，敬拜荣耀的羔羊。会众请坐，请诗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的口唱出赞美的诗歌，说出造就人的话语，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显出我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谢谢主的保守，让我们生活丰盛有余。现在我们将由你而来的金钱献上，为主所用，求主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向主献成歌。但我向主所成，都是作死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请问是否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大家今天都是熟面孔。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
平安。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接下来教会肢体消息。下礼拜就要开学了，没有，可是我们已经上班了。下礼拜是个特别日子，终于小朋友可以去上学了。好，教会肢体消息，第一个，我们欢迎今天实体跟线上聚会的朋友。第二点，成人主学将由2月19号开课，我们隆重欢迎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这个成人主学的报告，谢谢周老师。就好像我们德强执事刚刚所讲的哦，感谢上帝，小朋友终于要回到学校去了。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呢，也将要由下个礼拜开始。那在这个成人主日学里面呢，实在是我们呢可以好好的再次来经历神的一个好机会。我们不只是坐在那边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一次呢，我们要开3个班，一个呢是诗歌欣赏。好像刚刚牧师有跟我们介绍诗班所唱的这条歌一样，所有美善的力量，竟然是由潘霍华牧师所写的，而且是他的遗言，对不对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诗歌的背景，可以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的心智，好好的来委身跟随主。这个诗歌欣赏跟教唱呢，一样的，由我们天一执事。还有如君的姐妹 ，OK， 一起来为大家来分享。第二个呢是吴小军卷的研读，那这个老师呢就是我们赵少文执事 ，OK， 他呢赵少文老师呢他也要好好的让我们来看这5卷经卷，而且呢我们这一班呢有2个大而有力的这个助手有贺兆鼎弟兄，还有杨伟祥弟兄 ，OK， 他们要一起的投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5卷，是哪5卷呢？有雅歌，对不对？它是个爱情的故事。赵文老师呢，要有爱情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爱我。还有另外一本是传道书，以前小时候呢，总觉得传道书呢是一看呢就保证睡着的书 ，OK。但是呢，这个是什么？是传道者对我们的警戒，它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以至于我们能够怎么样？好好的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再来一个是路德记，路德记她是个外邦女子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可以成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女子呢？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后代都是从她而出。OK， 再来是耶利米哀歌，当以色列人被俘虏到了这个巴比伦，到了亚述的时候，到底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一件事情？他们以为是神不要了他，但其实是神对他们最大的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还有以斯帖，对不对？这个他们以色列人都快要被灭的时候呢，就是以斯帖，他愿意到国王面前去，而且用个很好的计谋，神所赐的智慧，把以色列人从将要被灭亡之中救回。所以这些故事真的是让人家激励人心OK， 起伏不断。我们就好好来听邵文老师呢跟我们讲故事好像成人故事一样。第3个就是以弗所书研读，那将由我来带，还有王怀宇弟兄在这边的支持跟帮助。那么以弗所书呢，虽然说很短，才6章，它里面可以讲到最重要，我们这个信仰所有的一切的根本，而且它不只是讲道理而已，它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行出来。好像牧师今天呢所常提的，刚刚讲的我们蒙召
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恩相称。那到底怎么样相称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得到。请大家一起来。虽然说今天没有预备小礼物OK， 但是呢，我们要宣布，就是说，当你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全勤奖 ，OK，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参与，一起委身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好，谢谢大家。谢谢周老师的介绍。原来那个他觉得这个成人主学比较生硬，但是周老师讲完就觉得刺激，非常刺激，很想要参加。大家在那个电乐中要是祷告久一点，再张开眼睛就可以参加另外一个课程，也是很好。那再来继续教会报告。那再来第3点是，今年还是一样，我们年度目标荣光之家健康教会，我们期待我们成为健康教会，持续的健康成长。那寒假结束了，我们陆续为我们儿童跟青少年的开学平安祷告。然后2月份周6上午10点，蔡牧师会开办这个台语读经班，为期4周。那已经相关的内容如下，是针对马太福音。总会70周年的聚会在3月12号上午10点我们会举办这个联合的一个直播的敬拜，所以是全国都是同样的一个主日讯息。那欢迎大家来参加。再来是112年的春季致富艺人已开始报名了，有加开的美学造型、幸福手作、西点烘焙，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也为致富艺人的顺利祷告。那卫理神学院的摩西五经报名已经至这个2月17号截止，请欢迎弟兄姐妹持续的参加报名。那么228连假呢，办公室也是会休息在2月27、2月282天，那请大家注意这个开放的时间。再来是主日后，今天，有没有？不是，是下周2月19号的主日后，会有儿族老师的及学青的一个研讨会议麻烦大家注意一下。2月22号的圣辉日。教会节期进入4旬大斋期，那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40天的祷告，而且我们会将这个禁食所用所存的餐费作为教会的仁爱捐献，鼓励教会作为这个社会关怀的经费使用，欢迎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的社会关怀事工祷告，然后参加然后再来是。教会的复活节后会开红本门徒课程，为期9个月。欢迎上过新旧约纵览及上过红本门徒，愿意再次进修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在这个4月19号开始上课，满8人就开课了。那么我们持续为注意这个就是疫情的一些问题。那2月20号可能就会室内就已经有可能就是。现在是说可能不用戴口罩，那不过看是各地弟兄姐妹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可以持续戴上。不过这个疫情如果降温之后，我们教会活动就会比较多，让大家沉寂2年都没有什么教会的大的活动之后，我们可以再次活络起来，然后可以再次的让新朋友认识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请牧师帮我们补充报告。谢谢。好，刚提到寒假结束很多父母亲开心了，但是很多当老师的人要开始痛苦了因为要开始上班了。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助。如果我们当这个父母亲的，要感谢这些老师们愿意接纳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那学校的老师也要感谢这个寒暑假还可以有一点喘息的时间那跟大家先宣布一下，就是各位这几天新闻上应该会看到那个叙利亚跟土耳其他们最近的这个地震的状况。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询问说，教会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做一些的协助。那刚好昨天我们在高雄卫理堂开这个会友委员会的时候，有这个会督来做解答。我们当中的弟兄们有问到有关这个地震的一些救灾的行动。那先跟各位做一点宣布，就是
原则上我们教会里面有爱心委员会，我们会先由爱心委员会这边会有一些捐款会先出去。那弟兄姐妹如果有对于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或是说这个要援助这个土耳其或叙利亚的地震的这个专款，就是你愿意为这个来奉献的，可以教会先暂时做保留专款，然后总会这边开放专户之后，我们就会整笔就会捐过去这个是让大家先知道。那物资的部分，因为各位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其实已经都满足了，所以不要捐物资这个是目前可以捐款来做一些之后的灾后重建或协助，但是不要再捐物资，因为物资已经太多，以至于可能更浪费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这个3月12号是我们的卫理会的70周年。那我们会在这边用直播的方式跟台北、台中一起在这边直播。那然后我们也会有回馈回去，就是我们会照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跟这个总会这边做连线所以我们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的国语堂，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台语堂是照样由台语堂的崇拜，因为10点钟我们才有这个直播的礼拜，所以请大家能够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第11项那个圣灰日要跟大家先做一点解释，因为圣灰日之后就教会进入4旬斋。所谓的4旬斋就是有40天的时间，传统教会一般会做叫做大斋期。那这个大斋期不是叫你吃斋不是，就是说你可以比较简化你的这个食物或者是这个碳足迹的量可以减少一些，尽量少一些的就是比较繁复的，就是吃简单的食物，然后或者甚至可以让自己可以在这40天里面每天有一餐的禁食祷告。那以往的做法是你每40天里面每一天有一餐的禁食祷告，然后将你的禁食祷告所存下来的这个金额来作为仁爱捐款，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教会里面做一些仁爱捐，做一些这个叫做社会关怀的一个基金。然后可以用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节期。那这个节期不是强迫要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透过禁食来学习受苦的心志。那当然，如果你不能禁食，你说我血糖会有问题，那不要勉强不要为了有这个节期做勉强。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样的节期来思想。跟这个在受苦当中的人，特别刚提到土耳其跟叙利亚这些难民当中，有很多也是食不果腹，或者他们在受苦的当中，透过大斋期，让我们去学习与受苦的人一同来受苦。那求上帝来带领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灰日之后，我们会有40天到复活节期的之前，我们会有40天的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那牧师自己本身，我自己每一天我也都有禁食一餐了所以求上帝带领但是身体状况好才可以所以刚刚讲的不要勉强。那我们在复活节后，我们会有这个红本门徒的开课。那如果你有上过红本，或是没有上过红本，都欢迎参加。但是前提是要上过新旧约导论，才能够来上这个红本那就是你要委身9个月的时间。所以当你要做这个事情，要考量清楚，你有9个月恐怕都没有办法放假所以9个月你要委身在这个课程里面，但是会对你有收获有帮助所以求上帝带领，让我们可以9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跑完新旧约。愿上帝的带领以上谢谢。会众请起立，3、1颂。愿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为你名的荣耀来赞美你，保守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在我们的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都能够荣耀见证主的圣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祷告。